女王今日同 Andy 哥特別地去到祐漢街市。今日咧奇記冇開，所以我哋就喺度揾咗一間平替嘅麵食。呢度平時咧都會人山人海啊，因為咧好多學生啦同埋街坊咧都會喺呢度幫襯同埋喺度打躉啊，就係佢啦，祐漢街市熟食中心啊！我哋今日咧就嚟試咗呢一間牛記美食啊！哇，你睇下，全部都係肉，全部都係肉啊，好吸引啊！即時啲童年回憶咧都湧翻喺我心頭啊！因為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咧都會成日去祐漢街市度揾好嘢食噶。你睇下啲材料幾多，鋪滿晒碗面噶，仲有叫佢雙汁再加咖喱啊！睇到我眼花繚亂啊，樣樣都想要啊！揀咩好呢？揀咩好呢？落埋啲咖喱汁，哇，係咪好吸引呢？加多啲蔥花先得噶要。祐漢街市熟食中心咧，簡直係我細個童年嘅回憶噶，因為佢至今已經開咗32年啦。皆因呢，佢係本地人嘅平價食堂，而呢間牛記嘅美食咧，亦都開業咗大概有30年啦。早年喺街邊檔，然後先搬入去熟食中心嘅，因為我哋從細食到大嘅。佢最出名嘅咧就係咖喱加腩汁雙汁啊！嗱，呢一間咧，阿叔咧啲餃子啊同埋豆奶咧，你哋一定要試下啦，因為每一次嚟到咧，我都必定要點佢哋嘅韭菜餃或者係椰菜餃。佢嘅餃子皮咧真係軟糯有彈性啊，而佢嘅餡料都係超級足嘅，再加埋佢啲辣椒醬同埋茄汁，我覺得係一流咯，一定要食啊！再加埋佢嘅豆奶啊，好有童年回憶啊！佢呢度亦都可以售賣生嘅，你自己拎翻去煎嘅，都係好唔錯，同屋企人分享。我作為一個戰鬥力超強嘅美食博主，我肯定有第二個胃攞嚟裝糖水啦！喺呢度肯定要再點翻一碗童年回憶嘅雞絲翅添啦！係咪好吸引呢？加埋麻油，加埋節醋，一流啊！再加埋呢個白果腐竹糖水啊，哇，好好味啊！唔經唔覺呢度已經開咗32年嘅歷史，我哋喺呢度充滿童年嘅回憶，食嘅係情懷，食嘅係回憶，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呢？歡迎評論區話我知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